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来到主的面前，伫主的圣日，三合伫遮来敬拜主、阿罗主，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今仔日，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只要你会收到今仔日的这个梦顶的信息，咱三合伫遮来敬拜主。求神的灵运行伫咱的当中，叫咱听到了后，记伫心内，互咱的灵命得到重振。神的话语也成做咱属灵的粮食，好叫咱伫世间这个行12个道路的时阵有能力，有气力，有信心来行水面的道路。虽然路顶有拄着代志，拄着征战，拄着属灵的征战，但是咱要靠着主的带领带领来得胜。所以今仔日，咱要三合伫遮敬拜主，求神来带领咱。咱心内一定要有信心，虽然环境有各款无同的试炼甲问题，但是咱免惊，有主甲咱同在，有主甲咱同行，咱就免惊。上帝是咱的天父，伊要供应咱一切的需要，用信心来跟地主。咱上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的听筒，你的恩典，多谢你伫阮伫疫情当中，伫在困难当中。你仍然保守阮，你仍然甲阮同在，阮一切所需用的，得到上帝你的供应，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气力。亲爱的天父啊，阮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伫你的手中，求神来带领。阮过去的一礼拜当中，有啥物得罪你的，有啥物内面的污秽漏常的。求主你洁净，好叫阮存着这个圣洁的心来就近你，叫阮的崇拜，叫阮的祈祷，叫阮的感恩有法人蒙主的悦纳。愿上帝祝福今仔日的信息，叫主的名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讲的信息题目是属灵的征战 ，the spiritual warfare。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征战有属肉体的国交国、社会交社会各种的征战啊。那属灵的征战呢，是目睭看袂到。但是，咱感觉到有一款的力量，一款的势力，伫咧甲咱内面征战，伫咱生活顶面甲咱征战，叫咱跋倒，叫咱失败。咱过去几礼拜拢讲到以弗所书，今仔日来到最后的几节经文，保罗啊。伫在经文当中，一直谈论到神的救恩是一款的恩典啊。伫咱信徒的生命当中啊，这款救恩伫咱生命当中有法通体现出什么呢？咱的生命充满着祝福，充满着对人的影响啊，影响。所以信徒啊，做神的儿女啊，咱既然拥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啦，就是信主耶稣做已经过久的代志过去，新的就是上帝赐予咱新的生命，代志已经过去啊，要变做新的咯。所以，咱信主的人伫主的内面吼，伫上帝内面，咱是伊的儿女，咱内面拥有了新的生命，要通过上帝，要通过咱。内面的这个圣洁这个心灵啊，给这个伫生活顶面呢，圣洁的生活，所以伫这个生活当中来表现出这个新生命的各种的行为。所以信徒信主了后因为这个圣洁的生命内面。要伫生活顶面表现出什么呢？要体现出新生命有什么呢？有几项。头一项就是要保守教会合一。咱信主了后咱就归入伫教会咯。圣经讲，教会是耶稣的身躯，耶稣是教会头做头做领袖，伊咧。咧发出命令，甲伊的旨意，咱是伊的身躯就是信主的了后，每一个人有身躯无同的功用，咱就目睭、鼻、耳、骹、手各款的肢体教会的兄弟姊妹就是身躯的各部分的肢体。那么肢体就需要有合一的心，所以咱信主了后，就是要尽量要保守圣灵所创造的这个教会的合一在这个教会当中，兄弟姊妹和谐的相处，伫灵内面的合一。第二方面呢，咱伫这个世上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咱的生活叫世间人无相同。有的人食啉白铁，奉唱家己的情欲利己害人，做一件无好的代志。但是咱信主了后，咱的新的生命有新的力量，有圣洁的生活所以咱这个新的生命就应该就有新的生活，有圣洁的生活。第三方面呢，咱信主了就负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就是圣经所讲的伫丈夫交妻子之间的关系，交儿女甲父母的关系，交老板交员工这工人之间彼此的怎样对待所以咱新的生命伫社会顶面有各款的表现出来所以咱信主了后，活伫这个世上抑阁毋是，抑阁未逼去天顶呢。
咱抑阁生活伫世上即几十年的当中啊，咱信主了后有一个精进，有一个精进，有一个属灵的精进。所以所以保罗啊劝勉信徒啊，咱伫信心的精进当中啊，去抵挡魔鬼各款的试探甲攻击。魔鬼用各款的试探叫咱跋倒，用各款的代志要来攻击咱。所以，你在信徒甲这个魔鬼撒旦精进所需要的这个特殊的装备是啥物啊？圣经讲啊，是全副的军装，上帝所赐是全副的军装啊。所以，咱就穿这个全副的军装，才有法通战胜魔鬼撒旦，有法通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就是伊的假底，伊的搞骨的方法啊，来抵挡伊，并且主要成就一切，要法通徛入得牢。咱经过甲伊征战了后，咱就有法通徛入得在啊，伫这个世上徛入得稳，徛入得在啊。所以咱们讲到，咱信主伫这个世间啊，有一个属灵的精进。那么这个属灵的精进，咱的敌人到底是啥啊？是毋是目睭看见的人，还是另外一款的势力？圣经讲的是属灵气、恶魔的势力，叫伊的精进。所以这无简单啊！那是属肉体的敌人咱的目睭会看到，但是属灵界属灵界的这个魔鬼呢，要叫伊精进是咱目睭袂看到，但是却会感受得到的。所以咱看到有的人伫精进当中失败，怎样失败呢？跋倒咯，行袂路咯，行伫罪恶的当中，跟地世界来行。就跋倒了，无阁爬起来。有的人苦主的恩典，阁再爬起来。所以，咱的对象，咱就认清楚，到底咱精进属灵的精进的敌人是啥啊？伫圣经甲咱讲啊，以弗所书第6章10节以后再讲，再经文啊，10节安尼讲，我也有罗马的话，恁啊。着靠主，着靠着主，瓦靠伊的大能大力，最刚强的人啊！即搭甲咱讲最刚强的人，毋是靠家己，靠着啥物啊？靠着主靠着主，甲伊的大能大力。第11节，要怎啊？甲伊精进呢？伊说着请挂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法通抵挡魔鬼的诡计即搭甲咱讲啊，咱着穿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咱看现代拍战有头盔低铁帽，穿红弹的衫手中有各款的武器抑阁有各款的设备，穿鞋就穿真勇的鞋，爬山落水各款的路行路的各款的全副的军装，才有法通拍战，有法通抵挡魔鬼的诡计。第12节讲，因为咱并毋是甲属血气的人来征战。征战是较咱种个摔跤摔跤咧撒烟毋是较种个撒烟摔跤的伊即搭讲征战就是教怀受敌的，咱毋是咧甲人撒烟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甲啥物呢？乃是叫接种的
掌管呢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啊来征战。这有两款的势力啊。咱毋是叫这个属血气，属血气是指人啊，属灵气的指魔鬼啊的意思。下面来讲解。就是当这个信徒啊，信主了后，愿意顺服军队主的旨意来生活、来过日子的，的确会引出了属灵的征战。咱看真侪事实，当一个人信主的迄个开始的时阵就受到人的攻击、家庭的反对、朋友的离开。并且用恶言恶语、用歹话来攻击咱，互咱真侪难做。咱看其他的宗教并无安尼啊，独独咱信主了后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当咱一个人信主了，愿意行这条道路的时阵就受到各款属灵的征战。所以当一个人顺服神，愿意伫日常生活顶面来受圣灵来训练咱的时阵，要来操练的时阵，要叫咱经过操练就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内面啊。当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庭教会内面啊，的确会面拄着什么呢？魔鬼撒旦的攻击。因此呢，咱就靠着主。我靠伊会带领带力最刚强的人圣经讲靠着叫依赖，就是人伫灵内面啊，我靠主最刚强的人，毋是靠家己。所以咱这个肉体无法通靠着咱家己的努力来最刚强的，无法通刚强起来无法通。靠家己来甲魔鬼撒旦来对抗甲伊征战啊！咱只着靠着什么呢？咱就徛稳伫这个神的恩典内面，徛稳伫神的德性、主的德性的地位顶面啊！咱就将家己放伫主交主的迄个带领带力内面啊，将咱的生命。摕伫内面啊，有的人信主了后，反在行家己的道路，行袂路，继续过世界的道路，行世界的做世界的跩无好的代志，咱毋是安尼啊。咱伫主的内面，就甲主联合做一个，靠着主的带领带力，伫主的内面，咱才有可能伫主的内面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刚强的人。咱活靠家己的聪明，用家己的办法离开主行世界的道路军队世界的办法咱也无有，咱若做安尼呢？咱若也无有甲魔鬼开始征战，咱就失败了，因为咱跋倒了，要怎样搁征战呢？所以咱逐摆看到有一家信主的人。太过靠家己了，伊说我信主也侪年了呢，我伫教会参加真侪款的聚会了呢，我圣经也是读几若篇了呢，我真侪好代志了呢，所以我一定信心真强，无问题，所以就放纵家己，放松家己。若是安尼朋友、亲人一个引诱者，咱就跋倒了。所以真侪人太过自信，不是信神，太过自信骄傲放纵了，就踏入罪恶，放纵家己踏入去罪恶的道路内面，最后呢就是跋倒了，就陷伫到了罪恶的土迷内面啊！咱遮土迷若是真做真淡你若一下冧落去你真骹真艰苦爬起来，规个人直直落去了。
真危险，所以毋通骄傲。咱就看啦，靠主，靠伊的带领带领，而且伊要赐予咱全副的军装。保罗伫骹躯内面常常看到罗马兵丁行来行去，看到因怀全副的军装。以赛亚书第59章也是讲到上帝的军装，来做用军装来做咱抵挡魔鬼撒旦的武器，所以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当咱穿了这个军装，咱就可能抵挡，抵挡就是预防魔鬼的诡计。什么诡计呢？魔鬼真狡猾真狡猾，伊用伊的诡计，咱读说诡计多端啊，诡计多端。魔鬼常常是这样用诡计多端来陷害所以咱的责任毋是靠着家己，乃是靠着上帝所赐予咱全副的军装。缺一项拢袂做哩，因为咱若缺一项，就互魔鬼留一个破口你留一个空隙，互魔鬼有机会来攻击咱，所以咱特别要小心。圣经内面讲到咱在属灵的特点包括什么呢？有讲到几项讲到4项。头一项是什么？执政的。第2项掌权的。第3项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第4项是空中属灵气的魔鬼啊！咱若是人叫人咧相拍咱会看到人有法通抵挡的，有法通你若功夫较好会晓将对方拍倒你若较有力量的，有法通将对方拍倒。但是咱的受敌是目睭看袂到的，咱肉眼袂看到的，但是确实有一款存在会势力会影响人。行伫黑暗、行伫失败的当中所以咱就靠什么靠着上帝的带领，靠着这军装来抵挡魔鬼咱无法能靠着家己来努力，无法能甲魔鬼来对抗所以这个全副军装就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这个魔鬼就是用各款的执政的 principalities 掌权的 the powers 管辖幽暗世界 the world rulers of the darkness of the ages 甲空中属灵气的迄个恶魔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the wickednes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就讲到这个属灵气的。所以以上这4项这属灵界的黑暗的势力咱是要抵挡的，毋是人方面的，是属灵气的。属灵的战争毋是靠物质目睭看到，咱是用属灵的方法，用属灵气来征战，就要用属灵的原则嘅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咱着穿了上帝所赏赐的全副的军装，全副的军装，你毋是靠人的办法，毋是靠人的技巧，咱属灵的战争中，真侪人袂分辨什么属灵气的，甲属血气的。咱真侪人伫属灵的战争当中的失败的时阵，将属血气的人当作属灵气的人来征战。有时咱看到人叫人底下咧冤家还是讲咱歹话，还是伫咧对付咱咱认为是这个人这个人属血气的人咧甲我对敌其实毋是安尼伫伊要叫你对敌的时阵对方是属魔鬼伫咧控制，咧敌对咱
所以咱要反攻吼，毋是用人的方法，用律法咯，用请人来对付伊咯，用人的方法袂成功，就用什么属灵的方法。所以当咱看到犹大咧出卖耶稣的时阵为着要出卖耶稣，就收人30块银。咱人用人的眼光、肉体的眼光来看因为这个人是贪财所以为着贪财才来出卖耶稣所以咱是用肉体的眼光属肉体的眼光来看这个是犹太贪心才会安尼。其实这款的情节应该着看。伫犹太出卖耶稣伊的背后就是魔鬼的工作，会叫耶稣对敌所以耶稣是逐摆经过，伫这个圣餐的时阵经过，说伫人当中有人甲我称手，阮伫这个聚会内面这个人有灾厄咯，小心提醒，但是。伊无悔改，最后跋倒自杀。但是彼得呢，伊也是受伫这个属灵的征战，伊也是受魔鬼的攻击，3摆无要认主。感谢主，最后呢，伊认罪悔改咯。上帝还在重用伊，还在用伊做神的工作，成做因当中的领袖。所以真侪人人大属肉体、属血肉的血甲肉的，甲属灵气的无同。所以当有人伫咧攻击咱，叫咱无好好，有啥物代志？咱毋是要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咱着好好伫神的面头前用祈祷来对抗。所以如果教会当中有啥无和睦的代志，毋能看作是人交人之间的代志，乃是撒旦魔鬼伫背后做破坏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叫因无不和好。所以咱看真侪世上的代志在教会有时的袂好势魔鬼伫当中伫咧破坏咱就用祈祷来攻击来应付这个魔鬼的攻击，所以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所以耶稣伫要顶12架以前伊3摆伫遐伊甸伫将个克西马尼园诶伫遐伫咧祈祷，伊也是吩咐在门徒着祈祷，伊说恁着警醒祈祷，免得恁入了迷惑。人因为无祈祷，用肉体来对付所以迷惑毋知影应该着怎样对付咱着祈祷，所以才有清楚对象是上是魔鬼咱的能力对倒来是对属灵的圣灵所赐予咱的能力，交伊上帝的办法毋通用人的办法。第2点，咱会讲到基督徒德性，会做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咱亲像一个兵逐项着戴好，有头盔咯，有刀剑咯，有这个药有这个胸牌咯。有这个剑咯，有这个盾牌咯，各款的预防的军装。军装是主要是为着预防的。所以第6章第13节到第17节，第13节安尼讲，所以就脱起来，
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伫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伫困难的时节，伫征战的日子来抵挡受敌，并且要成就一切。也阁有法通徛立得调，徛立得稳。怎么讲呢？属灵气的叫属血气的，无相同的意思属灵气的，就是伊的对象，就是魔鬼撒旦。咱是咧叫属灵气的征战，毋是甲属血气的人征战。属灵气的比属血气的更较可怕，因为属血气的人征战是目睭看得到的，人用灵气的受敌这是目睭看袂到的，所以必须要谨慎，要小心，要摕起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armor of God） 来缺一项拢袂做的。目的是要什么？来抵挡，靠着这个伫属灵的征战当中有法通用在军装来抵挡受敌互基督徒伫主的内面呢，徛立得在，徛立得稳所以这是上帝的家事，上帝的家事。磨练，所以讲磨练就是咱基督徒伫拄着征战的时节真剧烈真剧烈。有时咱做神的仆人，还是神的囝儿有时会拄着做磨练，有拄着做攻击所以攻击是属灵的攻击，真剧烈外面有逼迫，内面有迄个试炼。外面的攻击是可能人的攻击还是什么势力的攻击会压迫。但是内面就是可能咱内面的挣扎或者是主内兄弟姊妹无好好，会可在无好好，会在难做无和睦，还是争执的代志。所以咱得看清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靠什么来徛伫得调呢？咱们所讲的是靠着全副的军装。即当有讲到六项的军装六项的军装。头前呢，就是用真理来做腰带，真理来做腰带基督徒就有真理讲真理来做腰带，因为若无有真理来约束的这个恩典毋是真正的恩典无有用真理无用来真理，伊的行为就会哄抢了就会犯罪了，妨碍别人。有人说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要做，我要怎样做，我就要怎样做，这是我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若无伫真理内面无伫律法内面人就哄抢，会妨碍别人所以咱得注意所以相款的伫这个信徒若无有真理来带领，咱就讲做什么呢？咱就行异端行毋对的道路。所以伫信仰顶面咱是用真理来行咱的道路，用真理来引带伫敬拜上帝，伫宗教顶面行对的道路。所以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咧讲话时节伫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耶稣讲，伊说神是这个灵，神就是灵 ，spirit。所以若要敬拜上帝的人一定要用诚实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心灵就是用咱内面内在迄个灵，人要叫上帝有接触，是着用灵才有法通叫上帝接触。
叫诚实，诚实英文的圣经是讲到 truth， 这个 truth 就是真理啊！用心灵叫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咱人若无用真理，咱就行唔着道路咯。所以咱就袂徛稳咯。所以用真理来束腰的意思就是耶稣时代保罗那个时节甲耶稣时代。那无代志的时阵，伫厝内家庭当中，伊咧穿闊的衫，robe 较咱现在有诶妇人人穿闊的衫伫厝内个当时的人是穿闊的衫，但是若要做工咯，还是要运动咯，还是要征战，就将即个腰甲你束起来，较袂伤过冷咱若真冷咯，袂好势，就会去搞着跋倒。做代志也无方便，相款，咱要行真理的道路的时阵咱若是拖拽的物件来无肯约束内面咱就袂行好势，就受到跩难阻咯，受到跩难阻就用这个拍战以前就先将这个军装这个将下面的。跩衫裤甲你束起来，就是避办好势才有法人开始征战，就用真理来束咱的腰，这个真重要。所以第二项要用什么军装呢？这军装就是用公义来做护心镜。什么是护心镜？这个兵这个头前用规底发厚的铁咯，还是什么保护咧？还是中头古早是有是中头知道有一个圆圆的是圆的物件，是钝的物件，可能是铁做的刀剑来插来保护咱的心，保护咱的心。所以神家己以公义来护心镜，伫以赛亚书迄搭有讲。所以是讲到这咱的行为若无遵行神的公义的原则咱的良心就有亏欠咱若良心若亏欠时阵咱就互魔鬼干那只攻击，互魔鬼来控告咱。所以咱得用公义来做咱的心，来保护咱的心。咱若无公义就是干那只呢？做代志无公义，做毋对代志。就是无公义，那么咱心内就想着，哎呀，我过去做了什么无好的代志，无公义的代志，我行为无照着神的原则去行了心内真亏欠，所以良心直直责备啦，咱这毋对，所以咱要怎样战胜魔鬼老大步来攻击咱所以第二部分就用公义，咱的心内就常常有公义的行为。第三项是什么呢？传福音的话，咱圣经讲伊说又得个用平安的福音来做有必行路的话，穿伫骹面顶话是什么路用呢？话是爱来行路的，所以咱无论行到什么所在得传福音将福音带到迄个所在，咱的行路来平安。因为平安就是咱传福音的时阵，互上帝、互人叫上帝和好起来。当人叫上帝和好起来，就是解决因罪，因的罪咯。当人传福音的时阵，就是等于信主的时阵，就是互魔鬼捆绑诶，伫罪恶当中迄款诶势力，甲你偷开，脱离了魔鬼诶迄个罪诶捆绑，叫死亡诶捆绑。所以这传福音呢，就是将平安诶路、平安诶话行到道路。所以当咱行到每一个所在时阵，咱就将福音传到什么所在，咱就。叫魔鬼的征战，就是咱穿话穿好势咯，伊是准备要行路咯，准备要征战咯，要去拍战咯，
迄个头一个命令，咱要攻击，咱要出发咯，就用骹去行，意思就是开始征战了。咱征战的方法是啥物啊？就是传福音，吼，你攻击特别啊，就是进攻，就是用传福音。所以基督徒就向魔鬼撒旦的进攻啊，就是啥物呢？就是传福音，互人叫上帝和好，互人互魔鬼捆绑的迄罪恶啊，得到逃放，因才有平安。感谢主。第四项，伊说着用信德来做藤牌啊，迄个保护家己的迄个牌啊，迄个盾牌。信德是啥物啊？就是信心的意思啦。吼，圣经讲说，此我又着个摕信德做藤牌，做一迄个盾牌，可以灭魔鬼撒旦吼，恶者一切的邪箭。即搭讲的邪箭哦，毋是现代化的咧放邪箭去太空咧，毋是迄款的邪箭，就是一支箭哦，一个头前遐哦，迄个尖尖的所在哦，箭头哦，着绑一项物件，会可以抹一家，向个叫做沥青啊，咧铺涂骹的迄个 asphalt 来，甲你温向个，然后擦迄刀，再射去敌人的吼。所以哦，就有一块藤牌，咱基督徒用信心诚做盾牌来预防魔鬼射箭，咱甲你挡咧。魔鬼常常用什么箭来射咱呢？魔鬼哦，常常用谎言，借着别人的讲无赢话，还是谣言，还是将暗藏污秽射伫咱的生命当中，用自私啊来射伫咱的生命当中，用谣言的话来射伫咱的心中，哦，用这个恐惧的心、惊吓的心射伫咱的心中，用这个失望射伫咱的心中。魔鬼用各款的诡计，亲像箭要射咱，所以咱就用信心。我遇到一个人哦，伊说牧师啊，我真谣言啊，上帝是毋是有听我？我真谣言啊，我有做毋对代志，所以是毋是会得救啊？所以伊就谣言咯，毋敢来咯，毋敢亲近神咯，上帝咧收起我咯。咱就用信心，知影一摆信主就永远得救，蒙恩得救咯。咱就跋倒联络，咱认罪悔改，搁再来到神的面头前。所以魔鬼用各款的箭要来射咱就用信心。信心勇敢的人，无惊人的攻击，因为咱有这个信心，上帝听永未改变。咱的信得救是永远的，所以袂叫咱失去做上帝行里的身份。袂失去咱将来，咱的罪信主了，咱的罪得到赦免。咱会相信将来离开了世间，咱的灵魂到上帝遐去，咱就有这信心啊！毋通互魔鬼用谣言的话语攻击咱伊得失去信心。所以用信心来当做一个盾牌来遮砍呢，遮咱的身躯。有人要来射咱就挡咧。我能赢过。第五项，用救恩的头盔并且第17节讲，说并且戴咧救恩的头盔 helmet 摕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即搭讲到救恩的头盔就是 helmet， 头盔这个铁帽是真短的物件，用来保护咱的头所以神家己用救恩来互咱的头得到保护。上帝也是用救恩的头盔以赛亚书59章迄搭讲，
所以这个救恩哦，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神的恩赐，叫咱信靠主耶稣，咱就有把握，有迄个把握确信咱是得救的人咯。咱人得摇移，所以咱若摇移咱若是确会相信家己是得救咯，就毋免担心咯，毋免担心咱有永生无永生的问题，毋免担心咱有等下做得到赦免无，因为耶稣若拯救人，就是永远得救咯。所以救恩的头盔就是来保护咱这个头的，所以互咱知影咱是得救咯，咱会做得到赦免咯，将来有迄个盼望，叫神永远同在咯，得到上帝永远的荣耀，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咱就毋免烦恼咯，咱头脑清醒。最后一项是啥物呢？要摕起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指啥物呢？我细汉是最后主日学时，即阮逐摆用啥物啊？主日学咧比赛献圣经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宝剑练习献的，是对，伫迄个所在，迄个位置。所以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指什么呢？指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圣灵的默示，默示就是迄个气吹出来，意思就是圣灵，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讲到神的话语的意思。因为神借着圣灵将圣经神的话赐托咱。为什么是宝剑呢？罗马的兵是用长的矛是咧插人，宝剑是短，迄剑是短，是近距离的预防的，预防身躯的。主耶稣常常用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耶稣伫旷野祈祷40年的了后就魔鬼的试探3摆试探。那耶稣每一摆要抵挡魔鬼的试探，要得胜魔鬼的试探，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神的话语、神的道。每一摆魔鬼来攻击来试探伊就用神的话来抵挡的，魔鬼就离开伊。感谢主的话典，这就是全副的军装。最后一点呢，咱基督徒伫世间要得胜的能力对倒来咱得胜的能力内面的力量对倒来圣经讲，伊说着靠圣灵，多方就是真侪方面。真侪摆来祈祷。第18到20节讲到什么呢？靠着圣灵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伫这个所在伫遮里警醒无野线，为着将信徒来祈求。第19节，也为我来祈求，互我得到口才，有法通放大大胆的开嘴来讲明福音的奥秘。20节讲，我为着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着锁链的使者。伊讲，并且互我伫照着应该尽的本分，大胆讲论福音。即搭讲到咱信徒灵内面有力量，要来伫即个属灵的征战内面有力量。头一项，就叫咱靠着圣灵，毋是靠着咱的口才，毋是靠着咱的本事，而是靠着圣灵。多时是用时间，用多方，用做各款的方法，来
祷告祈求，并且着警醒无野善，着为圣徒来祈祷，为我祈祷。即道3款祈祷，头一款的祈祷是为着家己来祈祷。第二方面，也是为着圣徒祈祷，就是教会兄弟姊妹有需要来祈祷。为保罗祈祷，意思就为着伫前方拍战，为前方传福音的做 missionary 传道人来祈祷。所以，整个教会的能力毋是靠着一两个人内面真系列，内面真热心，内面真有能力。是整体教会兄弟姊妹，你有能力，你也是着为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传道人或做伫前方拍战的宣教士，为因来祈祷。因为上帝的能力，愿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来彼此来带到，互迄个神的能力伫咱的内面，然后才有可能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伫战争当中来得胜。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以后的还佫有几节是讲到保罗的结尾的话咱伫遮无佫讲煞落去，咱就讲到遮就是咱的上帝要叫咱得穿迄个全副的军装，也佫要得能力就遮着祈祷。所以兄弟姊妹来求神来帮助咱，求神帮助咱，叫咱有法通听了今仔日的信息了后会晓咧怎样过一个伫属灵战争当中有法通得胜，靠主来得胜，靠着伊的带领带领，来徛咧条来荣耀主的名，来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面头前祈祷，阮恳求圣灵将今仔日的信息存留伫阮的心中，做阮属灵的粮食，也做阮灵内面的力量，互阮叫阮伫属灵的战争当中，靠主的带领带领。伫这个末世黑暗、罪恶的环境甲世界当中，得蒙保守，并且有法通徛立得稳、徛立得在。感谢你，上帝啊！阮也恳求你伫世上行事为人有美好的见证，当来荣耀主的圣名，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